后来打来出入到公共场所甲办公大楼，拢爱登记姓名甲电话，这就是所讲的实联制，讲互袂少人感觉困扰，而且大家讲加用一支笔冒感染的风险。行政院的政务委员唐凤再一次带领着国家队来推出着简讯实联制，只要用手机扫一个，就会当来通关。就算无智慧型的手机嘛会当透过简讯的发送，而且是完全免费。未来嘛会开放予全国的店家免费来申请，就算是小食摊嘛会当做到实联制。想要去便利超商买早顿，也是想要啉一杯咖啡，甚至外省员要入去店家提餐，为了防疫，拢总爱实联制。进入一个场所，就要留家己的名，佮有电话，实在有淡薄麻烦。右上角已经出现了一个叫做实联制扫码这样子的功能，理论上5秒钟之内应该是会扫得到，应该会自动跳出简讯的程式。那只要按送出，那就完成了实联制的步骤。所谓政委东方，搁一摆整合科技高手推出简讯实联制，结合通讯软体内底指管者，拍开就会使扫留家己的资料，唔免搁拍字，无智慧型手机嘛无要紧。打开它的简讯程式，手动输入1922作为收讯方，然后呢再按送出，那这样子也完成了实联登记的程序。这里要非常感谢五大电信。就是不管是店家还是顾客，都不会付出任何简讯费用。商店甚至单拢会使免钱申请一个 QR code， 提供人客扫进行实联制。大众运输嘛拢爱开始进行实联制。总共12个站，前线在今天中午12点全部会完成，就会开始使用。用3天完成这套简讯实联制，希望减少民众的负担，登记家己去过所在来防止疫情继续传烧。